若继续来看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爆发第55天，进入到第2阶段。俄罗斯的部队离乌克兰的东半部发动着大规模的轰炸。这俄罗斯除了轰炸着顿巴斯地区，嘛来轰炸着偏北边的哈尔科夫，轰炸偏南边的马利坡，甚至开始来轰炸着大后方的西部的城市利维夫。这嘛是利维夫在这场的战争当中第一届传出有百姓来伤亡。这个俄罗斯来轰炸着利维夫，表示讲乌克兰已经无安全的所在了。发射飞机炮，俄罗斯部队为斯巴顿2个分离分子控制区顿涅茨克加卢甘斯克发动猛烈的攻势。Ukrainian officials are calling it the quote second phase of the war. The Russian army is not slowing down the use of missiles against Ukraine. They are pressuring. And as the violence continues, there is a fear the worst is still to come. 更加害是粗残的俄罗斯军方向有真济乌克兰南边的西部大城利维夫下手啊。Another one. Here another one. 有民众翕到4条飞弹飞过爆炸了导火，造成死伤，其中包括一个囡仔。这是乌克兰的西部大城利维夫头一摆有百姓伤亡。换一句话讲，被当作战争的大后方的利维夫已经无安全啊。俄罗斯军方强调讲，利维夫被炸掉的重点区域是我车头附近的仓库加铁路设施。Дня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воздушно-космических сил России уничтожены 16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Украины. 俄罗斯表示讲，过去6天，欧美送到乌克兰的军火已经被毁掉去啊，也就是讲，利维夫被攻击，唔那人命损伤，乌克兰的战力嘛受伤。有关乌克兰的南部马里坡附近的战略小镇科尔米纳，已经和俄罗斯军队占去啊。当时俄罗斯军队加强轰炸马里坡市的阿索钢铁厂，也是乌克兰军队反恐部队主要的部署地点。根据了解，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已经开始一号一号的扫动，要清除反恐势力。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